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翻嚟收睇賽馬小子嘅頻道啦。咁上一次咧就都係爭少少啦。咁啊 YouTube 嘅心水啦，檢測精英咧，咁就跑咗第5名啦。大配腳長隆區就跑咗第二嚇。我冇諗到其實臨場個飛數都比較多嚇，即係打到落去2.9倍啦，跟住位置得1.3倍咧，就其實係有啲過熱嘅嚇。咁但係最後個黃子華嘅發揮其實就都唔會話太大問題，因為都係跑咗個第5。仲要個第5係冇乜威脅嘅，咁所以其實隻馬都比較失望啦。咁我相信可能之後佢都會轉戰翻沙田咧。沙田睇嚟咧，會合適啲嘅跑客。咁跟住 Facebook 嘅心水啦，傳承效應咧都係咧好陰功地都跑咗個第5啦。但係個第5咧係因為佢出閘嗰下啦，其實係 OK 嘅，係醒嘅。咁但係佢去到即係跑咗200-300米左近咧，俾人一夾咧 check 咗落去啦。咁啊大外檔再追嘅時候追唔切咧，就跑咗第5啦，都叫做非常之蝕啦。咁啊際遇又麻麻地咁樣。咁但係2、3、4名咧其實都比較近，佢呢個第5咧絕對唔失禮。所以呢一匹馬我相信之後可能後一場咁樣隔一場嘅話，都應該會有表現嚇。咁所以大家都可以跟進住啦。咁至於之前有推薦過嘅卓越善豐咧，都已經係還咗鐘啦。咁啊位置都有成6倍咁，所以都叫做唔錯嚇，有多一隻馬去還咗鐘啦。咁咧就都係嗰句，我就希望無論馬匹冷熱都好啦，咁我都係盡量做好晒功課啊嘛。到時睇下臨場，大家自己去執生啦。如果覺得啱心水嘅，咪買少少咯。咁如果唔啱嘅話，就拖住又得，或者唔買都冇所謂嚇。我都係盡量希望嚇，盡快可以咧做到今季嘅第一 win 嘅嚇。因為今季暫時咧最佳成績都係一個位置啦，咁就 win 都未有咁樣。咁所以就希望都係盡快可以做到一個 win 啦。咁就事不宜遲咧，翻嚟今次嘅賽事啦。有今次咧沙田咧係會採用 C+3嘅跑道嚟作賽嚇。咁我嘅心水咧就係頭場嘅5班1600米嘅賽事嚟嘅。咁咧，我首先覺得呢一場嘅賽事咧，就其實係比較混亂少少啦嚇。咁啊，都14匹馬啦。咁我反而就想搏一搏呢啲冷門，睇下可唔可以咧爆到入嚟嘅嚇。因為我覺得其實呢一場嘅熱門咧，其實唔係話贏緊啦嚇。咁我相信今場嘅熱門咧，應該都會係3號嘅桃花多啦，同埋1號嘅瑞一呢兩隻應該會係熱門嚟嘅嚇。咁但係我就覺得呢兩隻馬係咪贏緊咧？我自己唔覺得係贏緊啦嚇。咁即係可能位置啊，或者2、3成可能喺度啦。但係你話贏咧，就唔係話100%嘅嚇。咁所以我就覺得不如有啲馬有變數嘅時候咧，就不如搏一搏啦。咁呢一隻馬咧就係我上季都有推薦過嘅嚇。咁呢隻馬就係12號嘅紅旺繽紛。咁點解會揀呢隻紅旺繽紛咧嚇？咁首先啦，你話喂上場冇嘢睇輸就好遠喎，係嘅。咁但係今場咧第一個變數就係佢除咗個眼罩嚇，因為其實呢一匹馬咧，大家可以睇翻其實佢上季嘅第一場戴個眼罩咧就即刻大敗啦嚇。咁跟住去到上季嘅季尾同埋今季嘅季初咧，佢戴住個眼罩咧都完全係大敗嚇，冇嘢睇。咁但係呢隻馬我覺得本身戴眼罩係唔合適嘅嚇，因為其實你見到咧，我推薦嗰場咧，其實上季757嘅呢場賽事啦，咁其實佢嗰場係戴住個羊毛面箍咧，其實係因為出閘慢咗啦，而且佢入到直路塞車，咁啊跑咗第8名啦。咁但係呢一場嘅757賽事咧，其實係絕對唔差，因為大家可以睇翻咧，其實同我隔離嗰隻馬咧就係桃花多嚟嚇。咁但係桃花多今季大家都知道咧，已經係1 win 1 Q 啦嚇。咁啊，譬如第5名嘅街福區今季贏咗嘅啦嚇，咁得意都係45場嘅好近嘅啦，無極勇將都已經贏咗。咁但係其實紅旺繽紛咧，同佢哋咧嘅距離咧都係爭1個馬位左緊嘅啫。咁所以可以見到其實紅旺繽紛喺5班嘅1600米係絕對有競爭力嘅嚇。咁唔知係咪呢一場跑完之後咧，阿葉楚雄就想減分定係點樣啦？咁啊無啦啦就去轉下路程啦，增程2000啊，跟住又縮程1400啊，戴住個眼罩啊。咁啊今季又再跑1600啦，跑翻啱嘅，但係都戴住個眼罩，咁啊結果都係比較差少少啦。咁啊今次除咗眼罩，咁我覺得個變數好大，因為其實上次即係上季2場已經證明咗咧係唔戴眼罩係好啲啦嚇。第一樣嘢，第二樣嘢咧就係話今季咧其實047呢個場次咧，佢季尾到季初有成差唔多2個月咧係一課大閘都冇嘅嚇，佢一課大閘都冇直接出嚟跑咁，所以我覺得係當係一個熱身嘅味道比較濃少少咯。咁但係今次完咗之後操練方面咧，佢今次拍咗1課啦，拍咗2課啦。派咗3課，總共派咗3課。咁巴道自己都親試咗3課嘅嚇，即係埋門有1課啦，埋門有1課啦。然之後咧拍1課啦，同埋大閘再試多課嘅嚇。咁所以今次嘅操練上咧係做足咗好多嘅嚇。咁我相信葉楚雄都係立心係搏呢一場嘅，因為分又減到差唔多啦嚇。咁呢匹馬其實都係4歲嚟嘅，咁4歲冇理由又即係完全冇表現啦，上季已經證明咗噶嘛嚇，咁加上今場咧有艾杜拿都艾少禮，但係都冇用到，就特登用巴道咧，咁我相信咧
都係求變嘅啦嚇。咁啊配備又變咗，咁啊路程繼續跑翻啱，咁啊熱身又熱過啦，咁啊轉埋個人添啊，咁啊操練再積極埋，咁啊今場我覺得係戰意所在，咁所以今場希望臨場有成20幾30倍咁啊最好啦，我覺得直播會比較好啲。咁但係如果呢一匹馬臨場又變咗好熱咧，譬如10倍樓下嘅話咧，我自己就會傾向咧就細住就算。咁但係如果佢係冷門嘅話，咁啊不妨去試一試啦。咁至於話其他馬點樣睇咧？我自己咧就會首先會拖翻咧就喺隻11號馬嘅晉先生啦。咁因為晉先生其實大家有跟開個頻道咧，其實我季初第一場0202已經係貼咗嘅啦嚇。咁啊可惜地咧可能未熱身定未點樣啦。今季咧隻馬咧落腳係非常非常之慢嚇，咁所以咧0202呢場咧其實追得係唔錯嘅，咁但係就跑咗個第7名啦，咁啊輸2有4分3個馬位。咁我嗰場之後咧已經即刻有講到話咧大家一定要保存住啦，呢匹馬增程1600咧，甚至乎1800咧係一定要跟進住嘅嚇。咁啊果然咧就047就增程1600啦，咁嗰場其實都搏㗎啦嚇，見到咁但係可惜地咧047呢場嘅賽事咧，咁啊田泰安發揮係非常之差嘅嚇，即係其實佢4檔咧就幾好跑咯，但係佢咧就竟然就全程咧就3碟就有遮擋嘅嚇，咁但係結果揈到出去嘅時候咧，入到直路啦，佢就片左片右片咗一陣啦，先再攞正平衡衝咧，結果咧就衝輸咗俾隻武林至尊，連個 pace 都冇埋嘅嚇，咁所以咧我覺得呢一場前頭發揮非常之差嘅嚇，咁但係你睇翻047呢一場咧，其實同桃花多咧都係爭成一個馬位左緊啫嘛嚇，咁但係今場佢孭118磅啫喎嚇，桃花多孭130磅，咁如果嗰4磅嘅磅差會唔會有機會令到佢可以同桃花多更加接近咧？我相信係有呢個機會嚇，咁所以我覺得呢匹馬我自己會要啦。咁你話067呢場又變翻14咧，咁啊姑且就唔需要睇啦。咁今場就唔用田泰安，我相信啊幕後都係求變嘅嚇。咁啊跟住潘明輝埋門都有再摸一課拍一課，咁所以我覺得今場排翻個2檔，咁啊斷估咧就唔會有3碟啦，咁啊應該2檔都應該好跑嘅。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匹馬我自己都會要翻。咁第3匹馬我自己咧就會想去試一試咧，就係試埋呢隻7號嘅小神仙。咁首先咧，因為第一樣嘢啦，佢哋今場就唔用金城江啦嚇，就特登用杜遠恩啦。咁我相信用咗杜遠恩嘅話，都係希望去搏殺噶啦嚇，都唔係啲咩玩嘅啦。因為其實你見到上季其實都一路減分嘅啦，一路輸一路減分啦。但係其實佢唔係話冇近過喎，其實佢跑啲跑馬地1650啊，或者轉咗丁寶豪嘅4班嚇。呢場嘅370啦，其實都係輸3個馬位左緊嘅咋嚇。咁我相信嚟到5班呢個位置咧，就冇理由咧係冇競爭力嘅嚇。因為其實佢5班咧，其實喺姚本輝嘅時候都已經係贏過一場嚇。咁所以我覺得今場排住個5檔用阿杜遠恩咧，咁跟住埋門咧，亦都有再去拍多3課嘅話咧，我覺得操練上佢又再積極咗嚇，跑翻一個啱嘅沙田路程咧，我覺得係可以試一試嘅嚇。咁當然啦，丁冠豪嘅馬咁我自己都會冷門先會拖。咁如果呢匹馬係熱門嘅話，我自己都係避開為主嘅嚇。咁至於你話嗰2匹熱門馬點樣睇咧？首先我覺得銳一呢匹馬其實咧衝即係14米咧，其實係我覺得係啱跑啲嘅。咁但係奈何地咧14米跑咁耐咧就2、3、4名啦，3、4名為主添嚇，即係入 Q 得1次嘅啫。咁啊，今場排咗14檔咧，咁你話增程1600，咁但係其實上季容天鵬其實都跑過1600噶啦，就係因為應該係相信少1600咧，可能冇1400咁好，咁所以先會後尾就不斷跑1400啦。咁今場突然之間跑翻1600咧，我自己會有個疑問就係話，其實係會唔會想減少分線？因為其實貴福特都搏咗3場啦，但係3場孭住個重磅又唔得嚇，上4班輕磅又唔得，咁會唔會減少少分，然後再落1400去搏會好少少咧？我自己會傾向於係相信於咁樣。咁加上呢一匹馬，既然佢都會係可能會熱門嘅時候咧，咁我不如就搏下其他馬啦嚇。即係始終呢啲匹馬銳一1600其實冇點樣證明過話係真係贏過嚇，即係始終都係1400為主。所以你話增程1600跑翻14檔，最孭住個最重磅啦，我覺得有難度嘅嚇，即係我唔反對佢可能插入嚟位置，咁但係如果你要賭 win 嘅話，又咁熱門嘅話，我自己就唔要啦。咁3號馬嘅桃花多咧，咁我自己都會覺得咧就係都有講過啦，即係頭先話7唔7嘅場次啦，其實嗰場咧佢同阿紅黃繽紛啊嗰啲馬咧其實係隔離嘅啫，咁但係紅黃繽紛嗰時孭129讓緊佢2磅嚇，咁但係今場咧佢孭130，紅黃繽紛孭118咧，咁就爭12磅，佢讓翻倒轉咧就讓翻紅黃繽紛12磅，咁啊來回磅差14磅啦，咁所以你話今場雖然佢排住個靚檔啦，但係咪贏緊咧？我自己又唔覺得贏緊嘅嚇，即係可能佢位置有機會，咁但係你話贏緊我覺得唔值博咯。如果佢變咗熱門，可能2、3倍嘅話，我覺得又唔係話好抵博嘅呢隻馬嚇。咁就係
如果大家四重彩啊、三重彩嗰啲，咁當然一定要愣住啦嚇。咁但係我自己就如果三選嘅話，我就寧願就搏下其他馬啦。反正我其他馬譬如互穿嘅三隻馬，如果係懶懶地咁可以試下咯嚇。咁所以總括而言咧，我今次嘅心水嘅重心咧，我想試一試啦呢隻12號碼嘅紅黃繽紛啦，咁就拖翻咧拖翻7號碼嘅小神仙啦，同埋11號碼嘅進先生嚇。咁我相信自己都會係互穿嘅為主嘅，因為3匹我相信都唔會係太熱啦。咁啊懶馬搏一搏咯嚇。咁就如果大家中意我嘅分析嘅話咧，都希望幫手 share 啦、like 啦，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，同埋開埋個鈴鈴啦。咁下次有新片嘅時候咧，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噶啦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。